暑假的时候本来好意思，来，后面来。暑假我看到他的，他在洗面桥去了。就是去跳。那天我还挨到我的，那暑假看到就摸黑的。对啊，就是那天来了之后，第二天就走了嘛。就只来了天罡，我正好碰了他那天。第二天他就走了噻。本来是说耍一个月的。巧克力糖果的一定要多了吧？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反正你提要求嘛，这就可以了。还5公斤啊？需要个5公斤吗？5斤都没有，5两应该没有，0.05公斤。手机要拍一点，特别拍。送哈达，一堆小朋友包围了那个。
2个花。叫罗桑来不来？罗桑来不来？打电话打不通哎。谁啊？罗桑。罗桑团长。对啊。团长不知道。他可能来有点晚了要不？团长有事情。如果茶上面都熟了，头也头，跳也不跳。皮上你送吗？你送给他们吗？啊，对。喂，你好，那个罗桑那个不晓不送哈。我给你发消息，罗桑你不送，今天他们人没来。你把罗桑那个用的货卡，用你那个卡呢，那个卡片你写出出张错，好，那么你写那个我内容先发给你了，内容发给你了，这个第一个先送给小朋友出张错的，后面再送大人。送那个小朋友，对，这个10来岁的小朋友，今天刚刚到，我刚写了内容，我写给你，我发给你了，哈。先送第一个嘛，先送他，第二个送弟弟，弟弟就是带零食那个哈。出张错。对，手写卡片，对，先写手写卡片，然后弟弟。好，徐张错。给我，这个是老王的，好久没看见你了，几个月没见了嘛，你给我说啊，好，谢谢。白色的。他每个都好。
好久啊？3年多？3年多。，3本的3年多。3年多万的是吧？那辆是充完的嘛？送人数多一点，价格便宜一点，200、300区别不是很大，所以我全部安排的是200的，300的话有点大，然后我考虑是人数多一点，其实200、300的不止。